觀眾好，今日係踏入馬年第一次夜馬，戲馬由2至5班擔綱。未講賽事資料前，有重要消息通知。馬會剛公佈，騎師莫雷拉喺4月7號至到季尾重臨香港，已經被批准做方嘉柏聘約騎師。馬迷有幸再次見到雷神馬上風采。另外，騎師黃志雲畢業前最後頭馬亦是馬迷所關注。夜賽共有9場賽事，包括1200、1650同埋1800米，跑道係 A+3。初步睇練馬師王形勢，方嘉柏大3.75倍，次熱大衛希斯5倍，第3熱門蔡約翰6.5倍，之後無偉傑8倍，其餘都10倍以上。方嘉柏沒有絕對熱門，賽購出馬5匹，但熱門比較多，應該可以選擇。另外無偉傑直博率同樣高。沈達成的頭場太行美景同沙井之友也係機會馬。騎師王周俊樂唔輸潘頓，其他騎師可以留意紀仁安、梁家俊、周及埋麥文堅。今天首先談談第3場1800米嘅分析。好，先睇101次前面快少少馬咧，見到內欄位置加州動員都快嘅喎。中間啦有電信巴打啦，響外邊啊咁啊就係呢隻遊龍串鳳啊。最出紅眼罩橙衫就喜連勇敢嚟嘅，大約跟住個第5位啦。咁啊紅眼罩白衫超比啊，中間第6咧紅衫黃帽呢隻銀進啊。內欄尾4黃衫當年情，後邊3匹馬安裕響尾3啊。再後邊嗰2匹馬啦，競速威龍啦，淺藍衫平凡騎士就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轉呢個滿貫彎咯，前面就電信巴打放咗出嚟跑嘅，響佢外邊係喜連勇敢嚟噶，守住內欄第3隻加州動員啦，第4位遊龍串鳳啊，內欄第5呢，仲見到有呢隻當年情啦，超比得佢走3踏咗喎，響外邊啊白衫紅眼罩嗰匹啊，尾4係銀進，尾3係安裕啊，後邊2匹馬粉紅眼罩呢就有競速威龍要拱出去啦，咁啊平凡騎士俾佢少少啊帶咗出去外邊啦，咁啊暫時2匹馬殿後嘅，好啦。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都仲係電信巴打嘅喜連勇敢啊，響佢外邊啦，分列3、4位嘅馬，埋邊啊加州動員藍衫出邊呢，仲係遊龍串鳳啊，後多層啦，內欄黃衫當年情啦，中檔位置銀進啦，響外邊呢，仲係超比都係望空緊嘅，後邊3匹馬啦，安裕要攞出去啦，競速威龍呢，尾二係粉紅眼罩嘅，包咗落尾嘅馬呢，淺藍衫平凡騎士呢匹大熱門馬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就喜連勇咁呢走甩咗1個馬位咯，見到中間加州動員越逼越近啊，外邊呢仲有遊龍串鳳啊，入邊追上嚟有競速威龍啦，出邊有2隻銀進大外檔係安裕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競速威龍響中道上嚟嘅勢都相當勁啊，中間拍住加州動員鬥緊，咁啊接近終點啦，第1名呢，競速威龍似乎終點前將埋邊加州動員趕過咗，外邊追上嚟係安裕啊。結果今場賽事競速威龍都休息一段好長嘅時間，一出嚟跑就贏得啦。埋邊加州動跑第2隻加州動員表現出色，今次復出可以打開今季勝門。配腳有大浪淘兒。繼續講第7場3班1650米，先睇215場次錄影。暫時大熱係6，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有財有勢夾咗一夾響後邊喎。前面快嘅馬內蘭得意佳作走咗上嚟，黃綠衫有勇霸龍啊，外邊有4隻吉星騎士，白衫外邊超勝無敵，最出仲有2隻粉紅衫啊連冠王，藍衫呢就勁進區啊，出邊灰馬仲有劍飛星啊，咁啊外邊位置仲見到馬匹有顏色的顏啦，尾4內蘭有香港神區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係彭財啦、立白村響內蘭尾二黑衫紅帽嘅，暫時殿後係有財有勢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頭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嗰隻勁進區嚟嘅。第2位啊，外邊啊連冠王走咗上去，第3埋邊有超勝無敵啦，出邊進佔第3位就顏色的顏啊，中間第5係吉星騎士啊，外邊第6位灰馬劍飛星啊，內欄第7
啡色衫有得意佳作，中間呢，喺個馬林入邊黃綠衫呢就勇霸龍啊，出邊粉紅帽有呢隻就彭才啊，後邊3匹馬香港神區立百川尾已出咗少少生位㗎啦，包咗落尾嘅馬仍然係有財有勢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都仲係勁進區呢，顏色的顏外邊嘅第2位啊，中間粉紅衫進佔第2，仲有連冠王啦，內欄第4超勝無敵啊，第5位中間吉星騎士外邊灰馬劍飛星啊，等內欄啡色衫呢做咗得意佳作啊，掟出去中外檔追嘅馬呢，仲有彭才啦，最出嗰邊呢仲有立百川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勁進區佔先少少啊，呢隻呢連冠王開始上嚟挑戰㗎啦，兩個馬中間埋邊呢仲係超勝無敵啦，大外檔彭才上嚟嘅勢頭亦都相當勁啊，最後100米外邊彭才似乎係逢馬過馬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係連冠王啊，第3名埋邊。臨尾有啲力藥都片嚟片去㗎啦，隻勁進區中間衝咗上嚟同佢影相，係呢隻勇霸龍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彭才都超勝無敵，呢次又係熱門輸咗，跟住2場跑唔適應路程，1400及1200米，最近1200米只係輸2個馬韻，回師最佳路程肯定有解可以跟進。另一選擇係6號開心三寶同埋爆得美麗。